这是杰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学佛比信佛更重要；达赖喇嘛尊者向数千名信众教授佛法；藏人行政中央举办官方祈福法会；藏人行政中央纪念印度第73个独立日；达赖喇嘛基金会颁发奖学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8月9号从印北达兰萨拉前往马那里，并向该地区僧俗民众开示佛法。8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马那里，在该地区的阿里寺院向僧俗民众讲解到了有关佛教方面的话题。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对，他们就能你的弄到多个等于电视节目嘛去，这个节目可能也是他这个是讲讲送给要嘛的，假设我们要么去上面，但南北去了，老不中去的，北开始不是下，你听上底下的个，满足的南北走，就是你去这几个南北去我打死。但这个俺就蒙古去台湾的要的就老种是要跟着去，台湾讲的就直接说去，有三届的去的，我台湾这个我们这个去，现在可能我们做上届嘛讨论，实习这也是你们些，就是这个学习可以呢，速度增加快，没那个。没办法，讲我在我下事情，现在的可能的确的，首先大小的这个差的是呢，第一个没下活动嘛的，那有些人呢，学生要给，通对没事，加上他过来了，我们那个大肉的，是吧？真的这个考虑同步，考虑爬过。那考虑什么？他那不是看老师要，老师干谁呀？不是老师呀，他是全球干的，老师起来啊？干的？干啥？我多钱？我理想。上去这个呢，我多钱？但事情。慢慢是从了北开始没的，那是尝试出来，不怕就开始不知道啊，在对了吧？可是今天南北兄，南北沙朗这当经济的车上其他朋友的，我们咱上届的土木门院的德州高地送给的，北开始没的事。当大毛人，呀，但是呢，那些那是错误的，这些嘞。此外，8月13号至14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向数千名信徒教授佛法，并表示到了不会去要求无信仰的人信教，更不会要求非佛教徒信仰佛教，因为信不信宗教以及信仰什么宗教都取决于自己，要依照自己的根性和喜好来决定。如果决定了要信仰一种宗教，那就应该认真的去实践宗教的教义。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8月8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噶夏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举办祈福法会，呈现出与西藏和藏人自焚者同在。自中共侵略西藏以来，成千上万的藏人在中国政府的镇压下失去了生命，数万藏人被监禁和受到非人道的酷刑和镇压，西藏的局势仍在不断恶化。自2009年以来，共有153名藏人自焚。藏人行政中央司任洛萨桑格、各部门部长、秘书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及议员和公务员、居住在达兰萨拉的藏人僧俗民众等聚集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一同举行祈福法会。
法会结束后，司政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此次举办祈福法会是向为那些失去生命的藏人祈祷，向他们的家属表示我们与他们同在。同样，通过中间道路政策实践真正的西藏自治，以及达赖喇嘛尊者重返西藏。1947年的8月15号，印度独立，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至此，每年的8月15号是印度的独立纪念日。今年，印度迎来了第73个独立日。8月15号上午，印度总理莫迪在德里洪堡发表了全国演说。而在印北达兰萨拉，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举行印度国旗升起仪式，庆祝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73周年。司政罗萨桑格透过媒体指出，印度对西藏的帮助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因此在印度独立日向印度政府与人民在过去70多年里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表达祝贺，同时也对长期以来对流亡藏人社区和民众的慷慨援助表达衷心感谢。随后，司政和各部门部长也应邀参加了由当地印度政府举办的纪念活动。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2019年，达赖喇嘛基金会对研究生的奖学金计划宣布指出，将对16名新生颁发奖学金，同样继续对已有14名的学生颁发奖学金。达赖喇嘛基金会将对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提供1万美元的奖学金。2019年的奖学金总共余额是23万9500美元。达赖喇嘛基金会对研究生提供的奖学金是从2011年开始，截至目前已向160名藏人学生提供200万美元的奖学金。达赖喇嘛基金会的设立是为了支持西藏人民的进步和扶持，维护西藏古代文明的文化和遗产，以及促进与该文化和人民相关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新闻，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